我是山药达人赖老师的太太也很优秀，你看看，那孩子都投入那个有机农业哦，都很用心，还发展到国外去呢。哦，柬埔寨都有在推广呢，真不简单的。你看哦，哇，你看这个就是柳营泰康有机农业专区，你看有的种草莓，有的种那个什么地瓜啊，种好多菜哦，种玉米哦，种南瓜嘞，种哦好多。哎，山料达人种山料也种得很成功，哦，拢爱切到遮油的，遮地势遮好的，最用心的啦。那这腐啊干的款哦，哦，这腐啊这有机的，拢唔免种农药，唔免用农药的，哦，家遮远遮近的，收成的，这腐啊这间遮大了会当用啊，哦，遮老的哦，无平的土地，一个月才200块俗俗的呢，这半当分一块胶。讲规家族足侪人来做伙啊饮用哦，就当足侪人哦，种金龟啊紧啊，种菇啊紧啊，哦，种啥物神奇啊种，哦，好人种番麦大到遮大张啊，哈哈哈，好，种山药嘛有，种菜瓜嘛。